世界卫生大会 （WHO） 开会第一天，台湾的友邦就出面来辩论，要求互咱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去参加，也毋过最后又是互人阻挡。这卫福部长邱泰源就表示讲，会送出抗议的批信，继续来找找其他理念相同的国家，希望会当得到多数的支持。 第77届世界卫生大会开议第一天，台湾立会案件再一遍被动来。进前11个有世卫会员国家身份的台湾友邦，要求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提案日日议程，被理事长沈文生做代表加中国辩论。Political pressures from China has unjustly excluded Taiwan from the WHO since 2017. This exclusion not only undermines global health, but also violates the principles of universality and inclusivity that the WHO upholds. 中国加巴基斯坦再一遍提联合国2500号决议，反驳台湾友邦国家的论点，坚持中国所讲的一中原则，指责台湾的执政党。经过双方来回辩论，世卫也是拒绝台湾立会提案。台湾当局鼓噪参与世卫大会，蓄意将卫生问题政治化。 严重干扰大会的进程，完全是为了一己政治私利，而牺牲国际公共卫生利益。卫福部长邱泰源对结果表示遗憾，伊讲台湾感谢友邦协助提案，会向世卫递交抗议函，会努力寻求更加侪方式争取国际支持。今年来自理念同款国家的支持力量比往年较大，希望未来会当有突破的进展。诚挚的呼吁。 WHO 应该要跳脱政治的框架，以必要性、包容性以及重要性的观点，正视并接纳台湾出席 WHO。台湾邦交国图瓦卢的卫生部长，伫迄天暗时参加民团的暗面时阵，表达对世卫决议的不满，伊强调图瓦卢甲台湾有深厚的友谊，新冠疫情期间受到台湾的帮助，会继续支持台湾争取参加世卫大会。I'm disappointed that. But despite that, we will continue to work along with our Taiwan allies to ensure that Taiwan is on the agenda for WHO. 外交部是讲，虽然伫今年1月，世卫执委会伫咧排定大会议程时阵，就请友邦协助排列提案，但是所得到的国际支持也阁无够，不过政府未放弃任何可能性，会甲理念相歪的国家找更加适合的推案方式。记者综合报道。